新竹南港里这个所在，因为挖海，过去呢住伫遮的民众拢是靠饲蚵仔来食青。即马社区发展协会就上报，招老师甲要单调的蚵仔壳摕来做艺术创作，嘛透过活动，互里面对社区犹阁较有感情。透过时代大家的合作，甲蚵仔壳豆豆粘伫社区的壁顶，一百蚵仔壳的大型艺术创作。就渐渐完成啊！还有阿公阿嬷专工带孙来体验，哪做哪开讲，实在真趣味。来遮大家斗阵来为这图做这个代志吼，哪为哪开讲，嘿，感觉足趣味的。蚵壳摕来就是倒入阮的后壁坑底啊，然后下大雨的时候，刚好会把这个腥味都洗掉了。南港的风情，南港的历史故事，我们用画图来把咱的南港的故事画出来。在对基佬讲，南港社区因为挖海边，早期住伫遮的人，大部分拢是饲蚵仔专家，所以大家拢甲遮叫做蚵寮。迄阵阮庄的规庄拢嘛咧破蚵，啊咧遮也无啥田啊，无啥石头人做，大家拢去围海咧生活，拢炒蚵仔生活较侪啦，所以才人叫做蚵寮。社区发展协会指出，会用蚵仔壳来创作，除了希望让后代子孙知影当地过去的发展历史，也鼓励时代行出来外口参与社区活动。利用这蚵仔壳来做一寡装置艺术，互咱后代子孙仔知影讲，以前阿公阿嬷在做啥，这是啥物物件，其实这物件毋那是破开了会使食，这蚵仔壳嘛是足好用的，足有利用的价值。平常时社区会安排趣味的课程，互时代斗阵来体验，透过大家的创作，也互社区是愈来愈水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